問啦，嗱，你知唔知道自己嘅年命卦係啲乜嘢咧？今日教大家點去計呢個年命卦。年命卦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咧，佢點樣去揀床頭啊、揀門口位啊、揀呢個廚房位咧，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大家留心今日教你哋嘅呢個計算嘅程式。好啦，程式又分乜嘢咧？就係男人同女人係有唔同嘅計法嘅。好啦，現在先講一位男士。一位男士，如果譬如舉例，佢係1989年出世嘅，1989年出世呢個假設嘅啫。好啦，1989年出世嘅朋友咧，我哋先做一樣嘢，將呢4個數目字加埋咗佢，即係1加9等於10，8加9就等於17，兩個加埋係咪27？好啦，27咁跟住就再將2同7就再相加，就出咗個答案就係9啦。好啦，而咧我哋做一樣嘢，我哋就係將用佢11緊記係11減9就等於2啦。好啦，2係咩卦？2就係坤卦啦。所以1989年呢個立春後出生嘅男士，1989年立春後出生嘅男士，佢係呢個坤卦命啦。咁唔明白，睇翻最尾呢個 video 之後，亦都有一個表咧，去跟翻俾大家去查閲翻嘅。我再次講一次條程式點樣計。1989年立春後，即係2月4號之後出世嘅男士，1加9加8加9加埋係等於乜嘢？加埋就係等於27。27我再將2同7再相加，就等於9。跟住用咩咧？用11去相減，所以剩翻2。呢個就係1989年男士嘅命卦生命信息。好啦，佢係1951年出世1951年出世。好啦，我1951，我將呢個數目字好啦，1951加埋呢度係幾多啊？16咯。好啦，16 1加6再1同6相加就等於翻7，跟住我哋用11去減7，就餘數就係4啦。所以1951年立春後出世嘅男士，佢嘅命卦就係4。4係乜嘢？4就係巽卦啦。大家可以對翻最尾嗰個表啊。